欢迎收看《台语一年长，愈讲愈认同》。大家滚边。来，我小杰。咱1月的时阵吼，立委总统的选举已经选了。到2月的时阵吼，新的立法院院长要选出来啊。院长就要选出来。选出来的时阵吼，立委因为院长吼是立委落去投票选出来，所以伊有一寡立委吼，即投有一个新闻就是讲吼，迄立委在选的时阵有一个立法委员，无势力吼去问着一寡去。撸着一寡，割着一寡，迄个印尼伫个选票顶悬，变无好票。哇！系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就引发一个新闻出来。是，啊，毋过咱今日要讲的毋是立法院的新闻啊，咱今日要讲的就是拄则迄立委去捌着印尼一件代志，咱要讲捌即个字，就是华语咧讲的占道。啊，毋过咱今日要讲的就是讲吼，咱伫个台语内底捌即款的情形，佮有啥物款的事会使来描写？啊，咱头一个要介绍就是捌。捌第一个吼，你会当做动词，意思嚟讲沾染、沾污的意思。比如讲吼，一领衫去捌着豆油，做歹势。咱普遍咧用即字的时阵吼，咱可能是咧讲着可能衫啦、纸啦，无细腻、无意中去吸着一款种垃圾物啊。都太过。啊，掉伫顶悬，做歹势。这个时阵吼，咱可能就是讲一领衫去捌着啥物货。啊，佮捌过来第二个意思就是讲吼，有迄款沾水，啊是讲绿福淡的感觉。譬如讲，我要拭一个桌顶，我就会摕一个桌布，啊，加迄落白福淡，啊，再摕来拭桌顶。就是讲吼，咱家一个物件摕去抹一寡水，都会用抹这个字安尼。是，第三个嘛是会当做动词，譬如讲吼，伊的意思来讲沾热，去接触到某一件代志，是某一个人。譬如讲，咱造个句子，唔通去捌着毒，啊无解毒就食力的。捌这个字延伸出来的意思吼，就是讲吼，咱去吸着，唔通去吸着一寡人啊，还是物件、代志啊，因为有当时啊吼，伊会用伫个负面的意思。较负面的意思，去考劝人莫去吸一寡代志，唔通去捌着这项物件，唔通去捌着这个人。啊，过来，有一个字吼，伊甲捌其中一个意思足相像的，就是高。啊，高即个字吼，伫内底形容讲有一寡香淡啊，还是讲垃圾的分量，蛇安尼抹伫个一寡物件顶面，咱就会使用高。譬如讲吼，立法委员，伊就是伊的手去高着一寡印尼无效的票啊。啊，过来就是譬如讲，阮感冒会呛鼻嘛，啊，呛鼻有说你无说你去高着啥，哎哟。高着啥？爱着太高着啥？对。啊，过来高吼，第二个意思就是讲，咱摕一寡食食去混一寡配料。譬如讲吼，食麻糍就爱高土豆粉，啊，食透抽就爱高白醋，安尼才会好食嘛。所以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混，也毋过吼，咱讲着食食咧配酱料的时阵，咱较定讲着，你较多讲着迄个。有讲着迄个混，是。咱亲像讲吼，食两饼爱混一寡豆油膏，啊无就是讲吼，食鱼肉爱混胡椒盐，等等。有当时啊吼，咱讲着混豆油这三个字的时阵，就是咧形容一个人吼，咧做代志无效率。混过尔。小可墨一个，亲像咧混豆油共款。是。伊咧做一件代志的时阵，敢若混豆油共款。无认真咧做啊，对无？另外吼，混嘛会当表示物件去捌着水，比如讲吼，你摕甲面巾混互淡。嘛是用混即个字，捌互淡，混互淡，拢共款。安尼对。上摆咱要介绍即个就是倒，倒即个有足侪无共的意思哦。第一个就是咱华语讲的晕开，意思就是讲吼，可能即个。液体抹着纸，还是布伫个顶面摊互开，就叫做倒。譬如讲吼，迄个乌墨倒开伫个纸顶面，就是咧写字的时阵有无？有时阵你若滴落抹着啊，系啊。咱有当时细汉咧写迄作业的时阵，有当时咱用迄乌黑铅笔芯，咧写的时阵吼，有当时纸页会倒过另外下骹。你入木三分。倒去，我写字最用难。最认真的倒过去，啊，过来
豆这个字吼嘛有染的意思。譬如讲吼，阮兜吼洗衫拢会分深色甲浅色，因为惊就是迄浅色的去倒色，像迄深色的倒色，白衫变黑衫，迄就恐怖的，会倒色。第三个吼，即个较罕见，就是讲吼，即个豆佫有苗豆的意思。苗豆。嘿，比如讲我就是，比如讲我家一个纸放喺豆顶面，照伊的线条佫画一摆，就叫做倒一张豆。比如讲一个红仔形，我放伫遮安尼甲倒过去，安尼甲伊的形画出来，就叫做倒一张豆安尼。是，上尾吼，即个豆佫有话人的意思，就是互人念着。譬如讲，若是感冒，爱去挂喙啊，因为感冒会倒人安尼。所以讲画着嘛会当倒人。倒人的意思。是。咱今仔日讲到即四个词吼，咱华语的翻译吼，拢叫做沾佮染。是。毋过你也当做吼，其实有当时伫一寡情境以下，伊无法度甲即四个词落去做替换。你也知影伊台语的语境。你较会当去用活用即四个词，你毋是单看华语的意思，拢是沾佮染，你着甲全部倒做伙用。无共款。对啊，对，有当时你用毋对，你就会慌。笑，知影的人。因为学台语就是错误中成长。学习啦，对，好会甲你提醒啦。对啊，甲你提醒，小可提醒。安尼。所以吼，你看华语的翻译，你嘛爱去了解伊台语真正意思是啥物，才会使甲伊活用。是，安尼，我这时间继续收看台语真点灯，拜拜。